就嚟做個一次成功搞一搞就整好嘅紅糖鮮奶凍，唔加鮮忌廉一樣好食又嫩滑。將2.5 g 嘅魚膠片浸軟，最好用凍水。我用咗暖暖地嘅水去浸呢，浸得太軟，損失咗啲，好彩都夠整嘅。牛奶揀越香濃越好，3.6、3.8嗰種，整出嚟嘅成品呢就會更加好食。加入1.5湯匙嘅紅糖，開細火煮到溶呢就熄火，千祈唔好煮到滾。壓出魚膠片嘅水分，加入煲裏面撈勻佢，一下就會溶噶啦。之後過篩入容器裏面。表面嘅泡沫可以用匙羹滗走佢，包好保鮮紙放入雪櫃雪4個鐘或以上。完成！紅糖加牛奶嘅味道莫名好香，有少少似焦糖嘅風味，口感非常絲滑順口，我覺得幾唔錯噶。簡單零失敗，鍾意紅糖味嘅一定要試下。如果有乳糖不耐或者唔想飲牛奶，但係又鍾意紅糖味嘅話呢，可以試下跟住落嚟嘅紅糖涼粉，都係好過癮㗎。喺煲裏面倒入450ml嘅水，開火煮滾，滾起落3湯匙嘅紅糖。呢個糖量呢係2碗嘅份量，可以根據個人口味調節。mix sure紅糖溶晒之後，加入18 g 嘅白涼粉。如果有結塊嘅白涼粉呢，記得先壓碎會好啲。邊撈邊加入白涼粉喺個煲裏面，再煮1分鐘。我用嘅係中細火。白涼粉充分咁溶晒之後呢，就可以熄火啦。準備2個飯碗。將紅糖涼粉液倒入碗裏面，表面有泡泡嘅話，可以用細匙羹滗走佢。室溫放30分鐘。攤凍之後，包好保鮮紙，放入雪櫃雪到夠凍。通常我會雪3-4個鐘。食之前切粒，或者用薄啲嘅匙羹去滗。白涼粉好爽彈嘅，會成塊線嚟線去。